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善写密意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第88页的第87页的最后一行呢，就讲到说云何得知龙猛菩萨无导解释了义经。那这个科判呢，在陆中论善写密意书里面呢，就是讲到说立志宣说甚深义。那我们知道说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宗喀巴大师造了5本呢，就是关于见解论点，就是讲到说像是陆中论善写密意书，以及像是正理海，然后呢广论以及略论的毗婆舍那，那这样就4个，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辩了或了义上说章论，那总共是5部。那缘起赞呢，它本身呢是寄送的题材，那其他5部呢都不算是寄送的题材。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宗喀巴大师呢，他在讲述就是在一个科判里面呢，有时候有一些内容呢会讲得比较广，那有的呢会讲得比较略，那就是这些5部论著里面呢，我们可以彼此的呢去做参考。就像现在呢，在讲述到这个立志宣说甚深义的部分呢，那以正理海来说的话呢，它的科判呢就是在讲述到造者殊胜。那这个造者殊胜的科判呢，那是第2个科判。那第1个科判呢，就是在正理海里面讲述的第1个科判呢，他就讲到说需要寻求真实异性以及寻求其规则。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造者殊胜。那这个造者呢，最主要讲到就是中论根本论的造者，也就是龙树菩萨。那在讲述到殊胜呢，就是提到说他的功德以及说他殊胜的地方。那同样的呢，我们在看到就是大家对广论的前半段呢，应该都是很熟悉。那广论的后半部呢，就是在讲述毗婆舍那的部分呢。那第1个科判呢，就讲到说依止毗婆舍那的资粮。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述到的，像是立志宣说甚深义，或者说像是在正理海里面呢所讲到的造者殊胜的地方呢，那这些内容全部都是含摄在就是广论的依止毗婆舍那资粮里面。那如果以略论来说的话呢，那略论的科判呢，基本跟广论呢是没有差太多，所以它同样呢也都是收摄在依止毗婆舍那资粮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这边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云何得知龙母菩萨他能够无导解释这个甚深经典的意义呢？那最主要呢，就是透由佛陀所受记而来。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中观根本论颂的大书呢，也就是正理海里面呢，它主要是归内在就是造者殊胜的这个部分。那在讲述到造者殊胜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龙树菩萨他殊胜的地方，也是讲说龙树菩萨呢他不共的功德。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它是安立为就是造者殊胜。那我们如果有学广论的话呢，就知道说广论在最开头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未显其法根源尽故，开示造者殊胜。就是为什么要讲到说造者殊胜的地方呢？就是说显示到呢这本论点呢，它的法源呢是清净的缘故，所以才要讲到造者殊胜。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科判呢，就是拿过来。这里呢，就表示说，这边呢，最主要就是要讲述呢，龙树菩萨呢，他的法源呢是清净的，所以龙树菩萨呢，他所解释的这些论点呢，是毫无错谬的，因为它本身呢是一个正量是佛的缘故，也为了显示其法源是清净的缘故呢，所以才讲述到了就是造者殊胜。那当然广论里面呢，就是未显其法根源尽故，开设造者殊胜。这边讲的造者殊胜呢，最主要是讲述到说就是道具论的著者，也就是阿底峡尊者。那在这边就是中论的根本大书的这个解释呢，正理海里面他所讲的造者殊胜呢，主要是讲述到龙树菩萨。那所以由这个科判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龙树菩萨呢，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清净的一个师父，那他的见解呢也是毫无错谬的。那关于说龙树菩萨就是被受记的这一部分呢，那在像是我们这里所学的就是陆中论善写密意书，以及呢就是中观的大书正理海里面呢是讲的比较广的。那像是广论就是广略的毗婆舍那里面呢，这一部分呢并没有解释很多。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看到87页的最后一行，就是讲说
云何得知龙母菩萨无导解释了义经？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月生菩萨呢，他自谦说他呢没有办法就是无导的去解释了义经的部分。那这边就问到说，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了义经的话呢，那该怎么样才能够了解到了义经呢？那这边月称菩萨他之前就有回到说呢，就是由定量大师呢所照宣说真实义的诸论呢，然后则能无导解释经义。然后要由就是这种定量的士夫呢，定量的大师呢，他所造的论点呢，然后由此去了解圣教的密意。所以呢，我们想要无导的去了解，就是一开始科判呢，就是讲到说所谓的缘起的真实性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随便跟随一个人去学习呢都可以。那我们所要学习的对象呢，就是要跟随着龙树菩萨呢去学习。那跟随龙树菩萨去学习的时候呢，那这边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呢就讲到说，云何得知龙猛菩萨无导解释了义经义也？那这边讲到说，为什么龙猛菩萨他能够无导的去解释这个了义经呢？因为呢，他完全了知这个，他完全了知，完全知道这个了义经呢，他所讲述的是什么。那这边的了义经呢，指的就是般若经。那我们又从哪里可以得知到说，龙树菩萨呢，他本身呢是能够去解释般若经，而且他是无导的去了解到般若经的内容呢？那这边呢就想要说，因为呢龙树菩萨呢他是有经过佛陀受记的缘故呢，所以由此呢投有这个经论的依据呢，我们可以去跟随着龙树菩萨呢去做学习。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所谓的无导解释了义经义，那这边了义经的意思呢是什么呢？这边的了义经呢，指的呢就是般若经呢它的意涵，了义经则是般若经，所以这边的了义经义呢，指的就是般若经的它的意思。那这里所谓的了义与不了义呢，所谓的了义呢，就是指世俗的一切法，所谓的不了义呢，就是指世俗的一切法。那所谓的了义呢，就是指圣义谛，也就是指关于空性呢，那这个呢是这里所谓的了义。所以这边了义经的意思呢，指的呢就是空性的道理，或是圣义谛的道理。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第88页的第一行，那讲到说答由教正之如楞伽经云：南方毕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于此弘我教，善说无上乘，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由教呢这边的教呢，就是指到说由佛陀所讲的这个经教呢，也就是由佛陀呢他所受记。那所受记的经典呢，就是提到说《楞伽经》里面呢还有受记。那这个受记的内容呢，最主要呢就是诠释了它的所权呢有两个。那从一开始呢，南方毕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于此弘我教，善说无上乘。到这个地方呢，最主要呢就是讲述到说，龙树菩萨呢他的教功德。那后面两句呢，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呢，最主要所讲的呢是龙树菩萨他的正功德，所以这边就把龙树菩萨他本身的教功德以及正功德两者呢都诠释了进去。到善说无上乘呢，就讲到说龙树菩萨他本身呢对于经论的这些了知，那是透由经典呢就是受记的，所以可以了知到龙树菩萨他本身的教功德。那正功德呢，就讲说他所证的呢，他到了实地中的哪一地，那他的功德呢是如何？所以后面两句呢显示了龙树菩萨的正功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释楞伽经的意思。那第一个呢，讲到说南方毕达国，那这边的南方呢，指的就是说现在印度的南方。那毕达国的意思呢，毕达两个字呢，就是有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是吉祥草。那吉祥草呢，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受无上密灌顶之前呢，就是在前行的时候要观察梦境会发这个吉祥草。那有人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南方呢盛产这个吉祥草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毕达国。那有一个讲法呢是这个解释，那另外一种讲法呢是说，所谓的毕达呢指的呢就是讲到说像是椰子，那椰子呢称之为是毕达，就像是现在印度南方呢就是阿玛瓦蒂这个地方，就是佛陀传十轮根本去这个地方呢，那在那边呢就是盛产非常多的椰子，那它的旁边呢刚好就是有个叫做那嘎祖那，就是这边布达的一个
就是现在讲的布达的这个地方，就是地名非常的像。然后呢，他们也是说龙树菩萨呢，就是安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必达呢，就是一般有解释说是盛产像是吉祥草或是盛产椰子这个地方，那是属于在印度的南方。那所以佛陀就受记到呢，就是之后呢，在印度的南方呢，就是盛产吉祥草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吉祥的比丘呢，那他的名字呢叫做龙，就是指龙树菩萨呢，他的字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龙字。那能破有无边，那这里所指的有边呢，指的就是增益边。那无边呢，指的呢就是减损边。那什么是所谓的增益边、有边呢？那有边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呢，凡是有呢，必定是地时有的这种呢，就叫做有边。那这种直持呢，就是直持是有呢，就一定要是地持有的呢。那这种就是说直有边。那所谓的无边呢，就是所谓的巡检边。巡检边呢，就是承许到说，只要是地时不存在的话呢，那它就不存在。那这种呢，就是减损边，那也就是所谓的无边。那直持呢，凡是地时不存在呢，就一定是没有的这种见解呢，就是直无边。那龙树菩萨呢，他出生之后呢，他就能够破斥了所谓的有边以及无边，然后呢，直持中道。那于是弘我教，善说无上乘。那这边呢，就是最主要就讲到说，龙树菩萨呢，他在出世之后呢，他不仅仅能够破斥有边以及无边，那以及呢，在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多的人呢，就是认为说大乘非佛说，所以也是透过龙树菩萨呢，他来成立说大乘呢是由佛说的这些理由，最主要呢就是由龙树菩萨来成立的。那这些内容呢，最主要在宝鬘论里面呢是有讲到的。那所以呢，这边世尊呢就受记说，将来呢就是有叫做龙的这个比丘呢，他能够破斥有无边，而且他能够呢广弘我的教法。那善说无上乘呢，指的就是能够去显扬大乘的这些教义。然后呢，最后呢，他证得了就是欢喜地，也就是出地。然后呢，往生之后呢，就是投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最后呢，讲到往生极乐国。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寄颂里面呢，就将龙树菩萨呢他所有的出生，以及说他在世呢所具备的教功德以及正功德呢，就是完全的呢诠释在里面。那我们呢将龙树菩萨呢称之为龙树呢，为什么会有一个龙字呢？那我们知道说，一般呢我们在讲述龙的时候呢，知道说龙呢它具备三种就是特性。那龙的三种特性呢，就是第一个呢，龙呢它是生活在大海之中。那第二个呢，就知道说，凡是有龙的地方呢，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就是宝库，就是珍宝的这种仓库呢，一定伴随着龙这所在地呢，一定是有很多的宝物，所以龙呢它所在的地方就会有这些奇异珍宝的这种仓库的存在。那最后呢，第三个特性呢，就提到说，龙呢它口中的这种毒液呢，能够将任何的这种树呢给烧毁掉。所以呢，就讲到说，就如同龙呢具备这三种特性一样呢，那龙树菩萨呢，它也具备就是类似的三种功德。那假如说龙呢是生活在大海之中呢，那这边呢就是用来比喻到说，像是龙树菩萨呢，他因为远离恶边呢，身处于中道的缘故，他的见解呢远离恶边，身处于中道呢，所以如同呢龙呢处在大海中一样。那龙树菩萨呢，他是安住于中道之间。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龙呢有龙的地方呢，一定会有这种珍宝的这种仓库，一定是具有宝藏宝库的地方。那所以同样呢，龙树菩萨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有龙的话呢，它是一切这种根宝的这种珍宝的这种根源，因为有它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这种珍宝，所以龙呢是这种珍宝的根源。那所以，如同龙具备这样子的特性呢，那龙树菩萨也具备如是的功德。因为龙树菩萨呢，他就是一切甚深见解的出生处，就是所有我们世间所有的这种甚深见解最主要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龙树菩萨。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龙口中的这种毒液呢，能够将这些树木呢都销毁。那如同这样子的特性呢，那龙树菩萨也具备这样的功德。因为龙树菩萨呢，他的语功德呢，能够破斥一切所有外道的这些见解，或者说所有一切呢，就是一切不清净的见解。然后呢，因为龙树菩萨的这种语功德的缘故呢，它能够净除我们内心这种无明的黑暗的缘故。所以呢，由此呢，讲述到说，以龙的三种功德呢，然后来比喻龙树菩萨的三种功德。
第二个字呢，讲到就是中文呢是翻成龙树，那在藏文里面呢，它是讲说就是后面那个树呢，它是有成就的意思，就是成就龙的这个意思。那这边所谓的成就的意思呢，那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其实是一般呢在讲述说所谓的成就呢，是讲说就是一个王子呢，他已经具备了能够当国王的这种能力，而且呢，他本身呢就是具备能够降服这种侵扰的这种外敌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将要即位的这个王子呢，就是安立一个成就的这个名字。那就如同呢，就是世间的王储呢，就是他将要即位的时候呢，他已经具备了这些功德，所以就如同这个样子呢，龙树菩萨呢，他就如同是继承了法王位一样，因为呢，他就是能够宣说一切世尊的舞蹈，显示世尊所有讲述的这些教典的内涵的缘故呢，所以他就如同就是已经继承了法王位，而且呢，龙树菩萨他本身呢又因为了解了这种甚深空性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吹拂一切的烦恼，所以他能够降服就是轮回的敌人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就是成就。那这边呢，就是中文是翻成术，那在藏文呢，就是以世间这种世间这个准国王的这种成就呢，然后来比喻到龙树菩萨的功德。那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最主要是出自于就是月称菩萨所造的，就是中观名句论里面呢，还有很清楚的解释到说，为什么龙树菩萨呢称之为龙，然后又称之为树的原因。那除了月称菩萨呢，在名句论里面呢，解释到说为什么龙树菩萨称为龙树之外呢，那另外一位就是藏传的大德呢，就是清教师也谢给称呢，永金也谢给称呢，他的论点里面呢，也解释到说，为什么龙树菩萨呢会称之为是龙树？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他到龙宫去里面呢，然后透由龙王的帮龙王的帮龙族的帮助呢，所以他阅读了很多大乘的经典，而且呢，他把这一些就是大乘的经典呢，就是引请到占卜州，并且建立了很多佛塔。那在建立佛塔的时候呢，就是龙族呢也给予了非常多的协助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龙树。所以呢，各个大德之间呢，就在解释有不同的方式呢去解释龙树这两个字。就是在这边呢，有就是说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龙树菩萨往生的这边所讲的龙树菩萨往生的极乐国呢，是指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嘛？那以字义来看的话呢，应该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生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错。那当然就是可以把它解释为就是往生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直接把它解释成就是往生到净土。那至于是哪个净土就没有特别的去解释，就是往生到了净土。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个公案。那这个呢，就是三大寺里面的一个公案，就是我们知道说，在藏历呢，就是元月份的时候呢，藏历1月的时候呢，藏系的寺庙都会举办祈愿法会。那在举办祈愿法会的时候呢，就是在藏历的元月17号呢，就是会迎持尊，就是会绕着弥勒大佛会绕着就是寺庙，然后呢，大家会跟在旁边，就是一起迎持尊。那就是16号的时候呢，会就是烧多玛，就是他们会供养那种很大的多玛，然后多玛在16号的时候烧完，然后在17号的时候呢，就是迎持尊。那这时候呢，在17号迎持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格西，或者说就有一个法师呢，他就很认真的呢在那边回向。然后呢，在那边发愿回向，就是迎持尊的时候呢，他就在很认真的发愿回向。那这个法师呢，他平常呢就有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一个朋友呢，就在身边，然后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在干嘛？”他说：“我在发愿回向。”那他说：“你在回向什么？”他说：“我在回向呢，就是我之后呢可以投身到就是持尊的身边。”那他这个朋友呢，就跟他说，投身到慈尊的身边，你为什么要发愿投身到慈尊的身边？投身到慈尊的身边呢，你能干什么？这样，你现在已经投身在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身边，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了，那你投身到慈尊的旁边去，你又能做什么？那这个呢，并没有特别要有什么内涵，就是因为刚好提到这个呢，所以刚好想到这个公案呢，就跟大家分享，并没有特别有什么的隐喻或是意涵在里面。
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此说龙猛菩萨呢，能离有无二边，解释了义大乘。那这边呢，就讲到说，龙猛菩萨呢，他能够离开就是有边呢，就是争议边，以及就是无边呢，减损边，那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呢，能破有无边。于是弘我教，那就是世尊呢，就讲述到说呢，他能够呢弘扬我的见解。那这边呢，于是弘我教呢，这边所讲的教呢，指的就是大乘的这种经教。它能够弘扬大乘的教典，然后善说无上乘。那这边所指的教呢，所指是大乘教之外呢，那我们知道说大乘经教里面呢，又分为甚深以及广行二者。那最主要呢是讲述到甚深的地方。所以透由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受记了龙树菩萨呢，他之后呢，就是能够去解释这种甚深的这种见解的缘故。那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这边楞伽经，这边楞伽经呢所讲的呢，就是能破有无边，于是弘我教，善说无上乘。那同样的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在广论的只要到四谛的开头呢，就是他是在做归敬颂的时候呢，都有就是顶礼，就是我礼龙猛无着孙，那就是讲到说这两者呢是二大车轨。那广论里面呢所归敬的二大车轨呢，讲到的就是说世尊呢所受记的这个大车轨。那世尊所受记的这个大车轨呢，那以龙树菩萨来说的话呢，他所受记的这个经典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楞伽经。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像是金光明经还有大云经等等的，那这些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是会继续呢提到。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此说龙猛菩萨呢，能离有无二边，解释了义大乘。那这边所讲的呢，解释的了义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了义呢，指的就是指圣义，也就是指说空性的部分。所以呢，这边讲的了义的大乘呢，指的就是指空性的见解。那有无二边呢？那有呢，就是指的就是长边。那无呢，指的就是断边，所以有无二边呢，指的就是远离呢长断二边。那此说，呃，那此说龙猛菩萨，就是在藏文的经典看起来呢，就会讲到说，好像呢这个是说，龙猛菩萨呢，他在他的经典里面呢有做这样的诠释，有去做这种解释，但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中文讲述的呢，就是比较符合，就是他上述的内容主要是讲述到说龙猛菩萨呢，他本身呢能够去解释就是了义经典的意思，并不是说龙猛菩萨他著作了什么什么什么，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边就讲到说了义和不了义，就像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呢，那我们只要看到说了义跟不了义呢，就是以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所谓的不了义呢，指的就是指世俗，那了义呢，指的就是指圣义。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受记的经典呢，就是讲述到说，呃，刚刚讲述到说了义不了义呢，就是讲到说圣义，还有说像是世俗的这种解释方式呢，是以中观派呢去做解释。那我们知道说四部宗义呢，对于它不同的宗义呢，它在解释了义经跟不了义经的时候呢，有不同解读的方法。那这里呢，最主要是以中观派的方式呢来做解读。那接下来呢，就是在金光明经里面呢，就是讲到了说，此菩萨是佛世离车子一切世间乐见童子后身。那在金光明经里面呢，就讲到说，此菩萨就讲到说，龙猛菩萨呢，龙树菩萨呢，他是呢，就是在佛世的时候，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童子呢，他叫做离车子一切世间乐见童子，就他的名字呢叫做离车子一切世间乐见。那假如说龙猛菩萨呢，他就是这个童子的后身。那离车子呢，就是这边是翻离车子，那这种翻译方式是以就是氏族的姓氏呢叫做离车子，但是人们界这里所解释的呢是讲到说这边它的藏文呢就是李扎吉，那李扎吉呢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广严城，就是广严城有一个叫做一切世间乐见童子，那龙树菩萨呢就是在广严城呢就是把地名呢安立为人名，就是叫做在佛世的时候呢，它是叫做就是广严城一切世间乐见童子的后身。那同样的呢，在大云经里面呢，也有受记到说，就是我灭度呢，这个我呢，指的是说世尊，就是说世尊只说呢，在我灭度之后，然后满400年呢，那
此童子就是讲到说佛陀在世的这个广严城一切世间乐见童子呢，他呢会转生成为比丘，然后其名曰龙，广弘我教法，后于极净光世界成佛。那最后呢，他往生之后呢，会投身到极净光世界，然后并且在极净光世界成佛。那他成佛的名号呢，就叫做至身光佛。就是呢，这里想要说，就是离车子呢，就是一方面呢，可以把它当做就是地名，就是广盐城呢来看待，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就是广盐城这里的人，或者说我们讲说台北人一样，那就讲说，广盐城的这个人呢，那叫做一切世间乐见童子，那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它当做氏族的姓来看，就是这个离车子呢，就是离车子族的这个人，他是离车子这个氏族的这个人的缘故呢，所以叫做离车子这个族人里面，然后有一个叫做一切世间乐见童子的后生。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从楞伽经，然后还有金光明经，还有大圆经呢，就是可以了解到，他这三部受记的经典呢，就是一个后者呢，就是前者的能力，他就能够成立前面这个呢讲述的是正确的。所以呢，这后面呢就讲到说，故此菩萨，所以讲到说呢，透由这三部经典的受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故此龙猛菩萨呢，定能无导解释经义，他一定呢能够毫无颠倒的呢去解释佛陀圣教经典的意涵。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曼殊室利根本教说诞生年代与名号同，说住世600岁。那这里呢讲到说曼殊室利根本教呢，指的呢就是指说到文殊根本序里面呢讲述到就是它里面所讲的就是龙猛菩萨呢他所诞生的年代呢还有他的名号呢都是一样，那唯一有差别的呢就是讲说到说龙猛菩萨他住世了600岁。那这个呢就跟上面大圆经讲的不一样，大圆经讲的呢是龙树菩萨呢他住世了400年，那在这里呢文殊师利根本教就是文殊根本序里面呢讲的是说他住世了600年。那后面呢就是大法鼓经说呢，一切世间乐见离车子童子于大师灭度后人寿80岁，教法衰微时转生为名含大师德号之比丘，广弘圣教，满100岁后往生极乐世界。那大法鼓经呢讲的又不一样，它同样呢也是讲到说，就是在世尊时候呢，这个叫做离车子的这个童子呢，或者说就是广严城的这个童子呢，他在世尊灭度之后呢，那到了人寿80岁的时候，在教法衰微的时候呢，他转生呢，就是同样呢，就是含有大师德号的这个比丘广弘圣教。不过唯一的差异是讲说，就是龙树菩萨只住世了100岁之后呢，就往生到了极乐世界。所以这三部经典里面呢，就是所受记的呢，差别就是在龙树菩萨他住世的时间长短之外呢，那其实主要的内涵呢是没有差别的。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觉贤上座呢，还有阿底峡尊者说呢，这个呢就是讲到说，曼殊室利根本教呢，或和大法鼓经呢，它同样呢都是受记龙猛菩萨。那为什么呢？因为从这边呢，我们可以见到呢，就是盖以乐见离车子与龙猛菩萨是一体故，就讲到说呢，在佛世的时候呢，那个叫做离车子一切世间乐见的这个童子呢，他和龙猛菩萨呢，他们是同一相续的，所以从这里呢，可以去成立到说呢，这个经典呢都是在受记，就是龙猛菩萨。那不过呢，大法鼓经呢又跟前面楞伽经有不同的地方。这边讲说大法鼓经说比丘未登七地，那这里呢就跟前面楞伽经所讲的不一样，因为楞伽经呢只讲到说就是龙树菩萨呢证得了欢喜地，也就是初地。那这边呢讲到说龙树菩萨呢获得了七地，那这两个地方呢又有不同。这边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在回答到说呢，虽然说在大法鼓经里面呢说到说龙树菩萨呢他已经是七地，那在楞伽经里面呢讲说就是龙树菩萨呢他只有初地，就是欢喜地，但是不能从这边呢就是成立到说呢就是这些经典它彼此是相违的。那当然有人会说这两者当然是相违的啊，因为以证得七地来说的话，那他已经快要到了8地，他已经快要到了就是大乘菩萨的这种
大卫菩萨，他已经快要进入清净三谛了。那初地呢，才是刚刚进入僧道而已，这两者当然是相违的。那宗喀巴大师呢，就回到说呢，这边呢不能够只因为这个样子呢，就成立到说这两部经呢所讲的呢是相违的。因为就像有一些经典里面呢，如有经说四大天王证预流果，亦有经中说已成佛，如是等类经中非异。就是有的经典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四大天王呢，就是证得了预流果，就是小乘的出果。那有的经中呢是说四大天王呢已经成佛了，所以呢不能因为某些经典里面这样讲呢，然后就去安利说这个呢是相违的。那所以呢，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有人呢觉得说，前面呢在楞伽经呢讲说龙树菩萨呢他只有初地而已，但是呢在大法古经呢就讲到说，龙树菩萨呢已经到的七地。那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呢应该是相违的。那对于这样子的疑惑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至终呢他是认为说龙树菩萨的位阶呢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呢？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虽然呢宗喀巴大师他就回答到说呢，虽然呢在楞伽经呢，还有说像是大法古经里面呢，都是讲说初地跟七地，但是无论是初地也好，或是七地也好呢，就是指说现在龙树菩萨呢都还没有成佛。那但是虽然说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他还没有成佛，但是呢，月称菩萨所到的就是明显聚论。那明显聚论是一个密续的一个经典。那月称菩萨在明显聚论里面呢，有提到说龙猛菩萨呢，他以此生就是即生呢，他就获得了金刚持的果位，就是已经成佛了。那宗喀巴大师是如何去解释的呢？宗喀巴大师是解释到说，现在所讲的初地呢，还有说像是七地呢，这种是指说将来未来呢，就是龙树菩萨呢要成佛的时候呢，他会以欲界呢，就是以最胜应化身成佛。那所以宗喀巴大师呢，他本身是承许呢，就是龙母菩萨呢，他在这一生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即生成就了佛果位。那这一段的内容呢，最主要是出自于就是中观根本的大书，中观根本论的大书呢，就是正理海里面宗喀巴大师呢有如是的回答到。同样的呢，宗喀巴大师呢在正理海呢也有解释到说，就是在这里呢所讲述到龙树菩萨尚未成佛呢，是依着就是为显教般若波罗蜜多乘的承许呢，就是为显教经典所承许呢，是承许说龙树菩萨呢尚未成就。但是以显密共通的这种承许来说的话呢，显密共通皆是承许说龙树菩萨呢他已经成佛了，就是即生成佛的果位。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在正理海的部分呢，就讲述的比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呢还要来得更广泛一点。那所以呢，就讲到说如是等类呢，经中非一。那以上呢已经结束了第一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呢，就讲知道说立志宣说甚深义。那我们就上堂可以讲到说，立志宣说甚深义呢，并不是只能看到说就是月称菩萨呢他自己立下了一个就是我要来讲述这个甚深义。那这个有人就会觉得说，那你月称菩萨要讲甚深义就甚深义，关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们是要去把它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去做一个连结。那最主要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月称菩萨呢，他已经立下一个誓言呢，说他要来讲说宣说呢这个甚深义。那这边讲的甚深义就讲述到说什么是就是真实性，真实性呢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呢，月称菩萨最主要告诉我们的呢，就是我们要去寻找真实义呢，寻找真实性的时候呢，并不是随便找任何人呢，依着他们的所说去寻找呢，都可以寻找到真实义。并不是的，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寻找所谓的真实性的话呢，那我们要依靠着就是佛陀所受记的这种正量士父呢，依靠着龙王菩萨的这种抉择呢，然后去寻找真实义之外呢，并不是任何人一个人的解说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到真实义。所以这边呢，虽然说是月称菩萨他本身的一个立下一个誓言，说他要来讲说，但是最主要的内涵呢，是告诉我们说，仅凭着我们自己呢是没有办法寻找到所谓的甚深义的甚深的真实性。那我们要寻找这个真实性呢，一定要依靠着就是大车轨所讲述的内容呢，然后才能够寻找得到所谓的真实义。第二个科判呢，就讲述到说可说深义的法器，就讲说我们所要讲述空性内容的这个所化机呢，是要对怎样的有情呢，才可以对他宣说这种甚深空性的道理。所以呢，这边呢
第二个科判呢，就是88页的最后一段呢，讲到说了义诸论，就提到说呢，这边诠释空性的这种论点呢，唯因为数值通达空性种子者说，不可为愚人说。那这边讲到一个说，可以讲述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他过去世呢，就是有常常串起空性的道理，然后在心绪之中呢，种下空性种子的这一种聚气的根气呢，才可以为他讲说。所以最前面呢加一个唯的意思，就是说只能为这样子的友情呢来做讲说。对于其他呢，就是心绪之中呢没有种下空性种子的呢这种，或是非堪为空性的这种所闻气的所化有情的呢，是不可以为他讲述空性的内涵的。那为什么呢？不可以对这一种就是不具备空性种子，或者说不堪为听闻空性内容的人去做讲说呢？如果这样讲说会有怎样的过失呢？那这边就讲到说，以彼闻空性诸论，转于空性起邪之心，当获重大非议也。就是说呢，会产生什么的过失呢？虽然说为这些有情，如果说为他讲述空性的话呢，那他听闻了空性之后呢，他反而呢会对空性呢升起了邪见。升起了这种邪执，颠倒的这种邪执，所以呢，当获重大非议。当他升起这种颠倒邪执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重大的这种过失。那这边的非议呢，指就是他的果位呢，会产生重大的这种过失的缘故，所以讲到说当获重大非议。那为什么说它的果报呢会有重大的非议呢？那这边呢就接着解释到说，或重大非议者呢，它的果报为什么会有重大的这种非议义呢？因为呢，他对于就是空性的内容不善巧的缘故，他对于所讲述的就是无法清楚的去分辨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的内涵。就是因为呢，他对于论点这种经论的内容不善巧的缘故呢，那他可能会毁谤空性。那因为毁谤空性的缘故呢，他就会堕入于恶趣。所以这就是这边所讲的或重大非议者，也就是果报呢会堕入于恶趣。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有一类的友情呢，当你对他讲述空性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呢不承许空性，就是上面所讲的。那另外有一类呢，就讲到说，或有误解空性深意，颠倒妄执诸法全无，或全非有。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排除了第一种呢，就是第一种他因为不善巧的缘故呢，他一开始就不承许有空性这种东西呢，所以他会堕入到恶趣，这是第一种友情。那这边呢，讲到说第二类的友情呢，就是或有误解空性的深意。然后呢，他是如何误解空性的深意的呢？就是当他听到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说呢，既然是所谓的自性成立空的话呢，就表示说要有一个东西呢叫做自性成立。所以呢，自性成立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的。在这个自性成立有的之上呢，然后去除掉呢，这个才叫做自性成立空。所以他由此呢去误解空性的深意，然后呢颠倒妄执诸法全无或全非有，因为他已经觉得说一切法呢都一定要是有一个自性的成立的时候，当你说自性成立是空的时候呢，非自性成立的时候呢，他就把非自性成立呢理解为就是什么都不存在，或者说讲到说呢，只要是有法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一定呢是要自性成立有，所以呢，他就颠倒妄执诸法全无或全非有，就是升起了这样子的邪见。那因为这样子呢，出生邪见，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升起了，就是因为你讲到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凡是自性成立空呢，就表示说自性只要是不成立的时候呢，就一切都没有。那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一切的因果、业果等等呢，全部都是不存在，所以他就毁谤一切因果法则。然后呢，那因为你毁谤因果法则的时候呢，这是你最初呢，因为你误解空性的缘故，所以这是你最初升起的邪见。那升起邪见之后呢，然后执着不舍，就是升起邪见之后呢，那你对你升起这个邪见呢，这种执着呢，就是没有办法放下。然后呢，最后呢，辗转的增长，辗转增长之后所获得的果报呢，那同样的呢，也是堕入于恶趣。那所以这边讲到说呢，就是我们要为一个有情呢，就是可以为他讲述甚深空性的这个法器呢，要么就是他在过去世呢，就是已经种下了这种听闻空性的这种习气，那或者说呢，他过去世呢，就是有曾经串习过空性的这种有情呢，可以堪为就是听闻空性的法器之外呢，那对于其他人呢是不能去讲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讲述
对这些人讲述空性的话呢，那最糟糕的呢，就是升起了这种邪执心，也就是升起了所谓的损减制，他就是直接呢毁谤空性，他完全不承许呢有空性，那这种是最糟糕的，所以他就直接断入了断边。那第二种呢，就是他陷入了，就是他虽然可以听闻空性，他也承许说有空性的存在，但是呢，他对于空性的理解呢，就是有错误的这种理解。那所以呢，他对于这种错误的理解呢，所以他会产生这种种种不同的邪见。那这边呢，在讲述到毁谤呢跟这种误解空性的时候呢，那以藏文呢，它是直接可以搭上，就是误解毁谤空性呢，就是直接跟就是断边呢，就是做一个连接，因为它的藏文音呢，藏文字呢是同一个。那在误解空性这边呢，就是把长边呢，就是做一个连接，因为它在藏文里面呢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边呢讲说，因为我们对于不好好，如果你不是一个康为文法的文气的话呢，那跟他讲述空性的时候呢，他要么就是多如断边，要么呢就是多如长边。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或有误解空性生意，颠倒妄执诸法全无或全非有。那这里呢所讲到说，就是他因为呢，就是对于空性呢产生误解的缘故，所以他会觉得说呢，中观中所讲述到的自性成立空呢，或是地时空呢，他会觉得说，凡是成立的话呢，就一定要是自性成立，或是地时成立。那你只要讲述到说，自性成立空的时候，是地时空的时候呢，那就是表示没有。所以呢，他在这边呢，就是他承许说，只要是有法呢，就一定要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他就是对于这种颠倒的妄执呢，他就进入了就是长边。那只要听到说呢，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呢，就表示是没有的时候呢，那他同样的呢，又是进入了断边。所以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的呢，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自性成立空呢，并不是非名言安立的意思。就比方说，自性成立空，并不是讲，并不是讲说它就是不存在，它就是名言无法安立，并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那这边讲到说未曾有一法呢不从因缘生，那是否包含着无为法？因为无为法呢并不是从因缘而生，那这样子的话呢，又如何以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来成立一切法呢都是空？那这边呢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就是我们在这边呢讲到说，未曾有一法呢，就是讲说任何一个法类，无论说你是常法或是无常法呢，它都是从这个缘起而生。那从缘起而生的时候呢，最主要讲的就是它一定要依靠着施设处而生，无论你是常法或是无常法，它都要依靠着施设处而生。所以呢，它皆是从缘起而生。所以呢，因为他为什么讲说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因为一切法呢，它都是自性不成立缘故，所以它才可以依靠着缘起而生。那当然，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从中文来翻呢，是从翻成因缘而生，但是呢，藏文它的字面是直接以缘起来做解释。那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就是在唯识中以下呢，它只承许到说所讲到的缘起呢，就一定要是指说到是因果缘起。但是以上部中来说的话呢，它并不承许说只要是缘起呢，必定是因果缘起。所以这边呢，你可以用因缘呢，它藏文是直接用缘起这个字，那在翻译的时候呢，是把它翻成不从因缘生。那其实藏文里面并没有因缘这个字，是直接用缘起这两个字。那这边就是在中文里面呢，它并没有人们讲那第继续我看到就是在中文里面呢，它只有讲到说，就是或有误解空性生意，颠倒妄执诸法全无。那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呢，在藏文里面呢，就是它是有先加上一个，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或有的后面呢，他是直接讲到说误解的是什么呢？他是讲到说有些人呢，他是误解为就是自性不成立的这个空性，他就是讲说误解空性生义的时候，他在空性前面呢，他要加上就是自性不成立，或有误解自性不成立这个空性生立。所以仁波切才会一直讲到说自性不成立呢，就是在讲说自性不成立的时候，
我们在断句的时候，或者讲说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并不是说先有一个自性成立之后呢，然后把这个东西去掉之后才有一个空。就像我们先成立有了之后，把有拿掉呢，才有这个。才会有无，才会有空这个东西，并不是这样去了解，而是空性它本身呢就是自性成立空，所以这个呢是中文里面所没有，中文里面直接有讲到说或有误解空性生立，但是在藏文里面呢，空性两个字前面还有加上一个就是自性不成立，这样。就是人们现在说他在解释一下，就是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那这个呢，就是在就是佛护论里面呢，就是佛护论师呢，他在佛护论里面解释这个偈颂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就讲到说，未曾有一法呢，就是无论呢是你常法还是无常法呢，它没有呢不是依靠着缘起而生的，就是因为一切法呢都是依靠着缘起而生的缘故呢。所以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一切法呢，它都是自性成立空的。那这是这个偈颂呢，它在字面上所解释的意思。但是呢，要连到下一个偈颂去，就是在这里所讲到的呢，为什么如果说我们把常法去除掉的话呢，把无为法呢去掉的话呢，会有怎么样的过失呢？因为它下一个偈颂呢，就讲述到说，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是圣谛之法。那如果说呢，我们把就是无为法去掉的话呢，那他下一个偈颂呢，就不用讲到说，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是圣谛之法。就是他既然讲说，如果一切法它没有办法空掉的话呢，那就表示说一切法它的生灭呢都是不存在的。那生灭法如果什么都不存在的话呢，那同样的是圣谛呢就不会包含在里面了。但是圣谛呢，就会变成说没有是圣谛的这种过失，但是是圣谛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灭谛。那我们知道说灭谛它本身就是无为法的缘故，所以把这个偈颂，就是现在未曾有一法的这个偈颂，跟它的下一个偈颂，两个偈颂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偈颂里面它一定是包含了就是有为法还有无为法这两者呢都包含在里面的，不然他就不用把是圣谛拿出来讲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不需要把灭谛呢包含在里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如云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致害。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那这个偈颂呢，是中观根本慧论的偈颂。那这个偈颂呢，最主要呢，就讲到说，不能正观空。那不能正观空呢，在藏文里面，它直接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用有过失的方式呢，去观察空性的时候，就是你透过有过失的心呢，去观察空性的时候呢，那会有怎样的后果？那这边所讲到呢，就是所谓的过失呢，透过过失去观察空性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有两种。那第一者呢，就是它完全不承许有空性的存在；那第二者呢，是它承许有空性，但是它对于空性的意义呢，就是颠倒的理解，它完全误解了空性的意思。那所以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我们在了解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空之后呢，你除了了解到说一切法自性成立空之后呢，你不能因为它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一切法呢都是不存在的。虽然说一切法自性成立空呢，但是呢它的作用呢，能作所用的作用呢，它还是存在的。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一切法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透由名言呢去安立。就以瓶子来说呢，在我们了解了瓶子是自性不成立之后呢，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瓶子它是自性不成立的。虽然说瓶子是自性不成立的，但是瓶子它还是具备了能够装水的这种能力，它也具备了能生治果的能力。就是这种名言的安立呢，是我们要会去安立的，而不是说听到了说一切法都是自性成立空之后呢，然后就连它的名言呢，就觉得说名言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这边呢就想要说，如果呢我们不能正观空，就是如果我们是以有过失的这种方式呢去理解空性的话呢，顿根则致害。那这样子的理解方式呢，它会伤害到我们自己以及他人，就是用这种愚昧的这种智慧呢，这种低劣的智慧去了解，用这种有过失的方式呢去了解空性的话呢，那这种方式呢只会损害自己以及他人。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呢去观察空性的话呢，那这样子呢，自然而然就是所谓的钝根。那在这边钝根呢，
藏文的原文呢就提到说就是智慧小的意思。那这个小并不是指大小的小，就是指到说就是慧力不够。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你的慧力不够呢？就是当我们听到空性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不善巧的缘故，所以呢去毁谤空性，或者说呢我们会误解空性的这种深意呢，就是误解到就是自性不成立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呢，那从这边我们去误解空性的意思，或者说呢你直接不承许有空性，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了解到说呢就是一个钝根的一种表现。那钝根会有怎样的过失呢？钝根它所产生的过失呢，就想要说钝根则致害。那藏文它是没有讲到致害，就是你钝根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伤害。所以这边讲的伤害是讲到说致他的这种伤害，就是说因为这种钝根的缘故呢，所以会伤害到致他。那这边呢就举两个譬喻。那藏文呢是把不善捉毒蛇呢是放在前面的。那第一个譬喻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想要去抓蛇呢，为什么？因为蛇呢，它就是它身上呢有那个如意宝的缘故，所以我们想要去取那个如意宝。但是因为呢，你不会抓蛇缘故，你想要去取如意宝，但是你去拿如意宝的时候呢，你反而被毒蛇咬一口。那这个呢是指到第一个譬喻。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如不善咒术。那这边讲到不善咒术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学会了一些恶咒呢，那你对这个恶咒呢，并不是非常的熟练，那你反而想要这个恶咒呢，去伤害别人的时候呢，那可能呢，就是你还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性命的时候呢，先损害了自己的这种性命。那这边呢，就比喻到说呢，我们对于空性呢，就是有误解的时候呢，那我们本来学习空性呢，是希望能够去除烦恼，能够尽除轮回的，但是我们反而呢，因为对于空性理解错误的缘故呢，反而没有办法去除掉烦恼，然后呢，反而呢是损害了自己，所以这是第二个譬喻。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这种恶咒呢，那人家说他自己就是有听过，就是像在有一些地区呢，就是他们对于说就是像有的人他在盖房子，那房子盖好，就是附近的这些居民呢，对于说这个人他盖房子呢，他可能看不顺眼，所以当他把那个墙壁呢，就是都已经砌好之后呢，那他们就会念那个恶咒，就是他们先去学习恶咒，然后把这个恶咒呢，念这个恶咒之后呢，他盖好那个墙壁呢，就会全部都倒塌。那有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不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听说，就是除了有这种可以放恶咒之外呢，那也有这种回遮恶咒的这种咒术，就是当别人对你在盖新房子的时候呢，别人对你放恶咒的时候，要是你这边呢有个人还有学习过这种回遮恶咒的这种咒术的时候呢，你又可以把他的这个咒语呢给挡回去。那至于说这种恶咒呢，就是不知道说是怎么样的存在，但是像关于恶咒呢，就是说像不善咒术的这一种呢，那在道次第里面有提到，道次第里面就讲到说，当我们就是念很多咒语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念咒语的时候呢，就是心绪里面没有菩提心，也没有空正见做摄持，然后念咒语念到最后呢，反而升起了很大的我慢。那最后死的时候呢，有可能虽然说你念了很多的咒，但是呢还成为非人。那这个就是如不善咒术呢，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呢，就是对于中观根本慧论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显句论里面呢，就是解释到，那显句论呢也是月称菩萨所造的，就是月称菩萨呢，他对于说中观根本慧论的就是字义的解释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显句论。那对于说中观根本慧论意义上的解释呢，就是入中论。那所以在显句论呢，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要不堕于损减世俗边，不为害如影像之业果。那这边就讲到说呢，我们不能堕于呢损减的世俗边。那什么叫做堕于损减的世俗边呢？那损减世俗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叫做世俗呢？世俗就是我们讲到的像是因果，还有像是业果等等这些呢，就是这边所讲到的世俗。那什么叫做不堕于世俗边呢？堕于世俗边的意思呢，就是一讲到说呢，这些法呢，它如果是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那它就不存在。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不对于循简的世俗边的时候呢，就讲说世俗的这些法呢，它虽然是自性不存在的，但是
并不会损减于就是它还是具备作用能力的这一种。那譬喻是什么呢？不为害如影像之业果。就讲到说呢，我们在举譬喻的时候就讲到说，镜中的这个影像呢，它虽然呢并不是脸，但是呢，镜中的影像它虽然不是脸呢，但是它还是能够有影像的这种作用，因为我们还是可以看着镜中的这个影像呢，虽然说镜中的这个影像呢，脸的影像呢，它不是脸，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由这个影像呢，然后去看我们的脸上呢是否妆有没有化好等等，它还是具备了它的能力。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这边呢，不堕于损减的世俗边呢，就是我们不堕于世俗边，就是不去了解到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它并不会损害到说呢，我们去成立一切法呢是明业安立的。所以假如说不堕于损减的世俗边呢，它并不会危害，就如同说影像的这种业果。这边呢又讲到说呢，要不堕于争议胜义边。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讲到说呢，不堕于损减世俗边，还有不堕于争议的胜义边。那损减的世俗边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所谓的损减的世俗边呢，就是当一切法不成立的时候呢，一切法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那一切法皆不成立呢，那这个呢就是堕于世俗边，就是堕于损减的世俗边。那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说一切法自性不成立，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它不存在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没有堕于损减的世俗边。那所以同样的呢，争议的胜义边呢，就是当我们成立到说一切法呢都是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去成立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的成立，这一点呢就是堕入于争议的胜义边。所以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常常会讲到说损减边以及胜义边。那损减边呢，一定是跟世俗呢就是结合在一起；那争议呢，一定是跟呢胜义呢结合在一起。因为损减呢，就讲到说，当一切法都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然后你去承许它就不存在呢，那这个呢就是损减的世俗边，因为就觉得说一切法都不成立。那同样的争议胜义边的时候呢，就讲说一切法呢它存在的时候呢，就去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堕入于常边，也就是争议的胜义边。